特殊教育学生因为到户外较麻烦，所以踮启动会结合青龙联谊会，而且来到安庆国小，伫老师甲志工妈妈协助，先互因学做台湾特有天然的蚵药，对体验洗蚵药的过程，了解台南的农特产品，并深化食在地、食当季的食农教育。那他进来带给我们，比如说爱玉的课程啊、爆米香的课程啊，还有种草莓的课程啊，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实际去体验的这个经验，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不错。安庆国小针对特殊教育学生有专业师资阵容等优势，已经是安南区的特教中心，目前有4班38位学生，为了互因买当实际体验学习。台南市农会今年开始对校园出发，针对个别的需求来调整，嘛希望明年度会当持续规划。从开始做，我们就要从校园出发，从小朋友这边灌输他们农业还有食农教育的知识。因为今天来安庆国小那个特殊教育班的学生到外面去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校园。虽然现在正伫农作的旺季，不过为了教育后一代，在台南青龙农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共同投入，用公益关键的心，让学生对细汉了解生产食物健康适应的知识。农产品很好，但是我们希望除了小朋友他在 DIY 学习的过程，那等一下他做完之后他可以食用之外，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都带到他们的生活当中，那他们带回去给自己的家长，他们就会知道说，其实台南的商品其实是不错的。台南青龙赞不赞？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